现在吃高辣饭菜，十分烈丽。我自己带来你想吃，等我来跟我来吃。那一道吃，我就为毛不来吃了？你这一打是没干，听俺们天气高，哎我本口就养我。为此吃出仪式感，我要吃萝卜菜。哟，一道我一只狗啦！嗦嗦三个高辣饭，谁吃光？哎我再来一块。苗头。几十年份吃啥子？你屋里向个豆，烧酒么漏到海吃，但一搭么难吃。搿种要添一添。我添啦。本子么还添，搿碗哪添？那个实力也没搿能上哇。刮一刮。要说今朝我搬多少两袋来龙井上，那个厨房间、卫生间我要做。我这拿冷衣裳来，发龙井上设发搿个衣裳，我装了身浪向，浑身发痒。你搿件物事没包错。我会得这样办法的，埃个物事一倒脱，搿个袋袋再收脱个再，灰得不得了，到时煮脱，一个要放到面具，还是。一点物事一放一人分个，好得来讲还是。哎呀，侪是倒，窗台浪向写了一遍。哎呦！三三把个头发哪样子拿去变为女人，现在心里向会没底了。再让个凳子也靠一靠，非这个沙发上你一屁股坐上去，马上一套衣裳，靠海凳子靠衣架，非这衣裳放上去3个分档。看，哪哈靠得清爽爽。哪哈啥不海？没好玩。那么你讲呢？浑身不这块搞生意，讲。生意是没说生意。男人女你哪张法自家一个收藏，我是翻弄的。啊，开了。哦，还没。你到阳台是哪了？哎，比那个清爽。你阳台浪向这样子，一上是海子，还多热脚个了。今朝记得落到去白相。不晓得，我问去晓得。大进来再出来，门口的一大点摊头，城管哪副来着呢哈？忘记吃了我。你不是年来，上班上都来一趟。不知算少个一车是吧？这个车子怎么这么挤啊？就是的，没见过，从来都是1、2个人。三高上午班解放的苏州2路汽车。这是我们的原来这个老书记，农学院。哦，不得了，书记一把手。实在啥费心，比苏州方便。那这个房子外面怎么外观和我们住的小区一样的？旧房改造，像苏州老小区改造呢，外面刷一下。你们这边讲究了，弄个泡沫，加了个泡沫，有没有感觉？我们去年冬天也没在这住。这个二姨夫是不是和他一样也感兴趣啊？我叔叔呢，整天陶醉在国家大事里，不能自拔。和他生活在一起，就生活在几十年前。啊，那上一个世纪了。洗衣机嘛，这个水不舍得放掉，必须的，然后用个大桶摇出来。洗一趟衣服是个体力活，累得要死要活。他那个思想哦，顽固不化，你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啥？你也是不跟你出来，一种地方呢？不来过。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终日不见阳光。最大一搭这些的，今朝来一个地方，杨林世贸园。我带你到个关系比父子更加有兴趣。从公园出来是农贸市场，白相孩子领点便宜好走起。上海全面花布，加一赔个，高110，要啥？爱毛点。工厂代皮，这人塑料皮，不是真正的棉布呀。我去，这摩托车光秃秃的。我发现搭个人有个特点啊，侪衣裳穿得到羽绒衫。大衣，总算碰到一个比我勇敢的人子。西装短裤，杨林国际会展中心。现在那个大楼，杨林的政务大厦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是杨林的心脏了。啊，对，相当于苏州3乡路，大概988万，3女边浪向。中国的农业硅谷，这个地方啊，水稻、小麦、玉米，整个育种在这。哎，你不跟我介绍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么伟大。